今日要来读1637年2月18哦，对遮开始。直播送出去啊无？稍等吼，应该是有送出去。好啦，开始来读吼。2月18中月，这是读个月啊位，我袂记啊。随查一下，甘地德。其实我较早读英文嘛，是安尼，一个字吼几十遍啊，我袂记意思，就是袂记。好，歹势，中位啦吼，上位、中位、小位吼，分解。歹势，2月18吼，中位 John Julians 吼，转来到台湾，有塔加利亚和多拉多即个传宗吼，即个庄头5个上重要的人同齐来吼。塔加利亚我记得是公山啦吼，伫即嘛高雄公山遐讲啊。多拉多是对一个庄头都毋知吼，啊，哩就是即个中尉和即寡所在吼5个重要人同齐转来。即个中尉进前哪有读过几条遍，我煞袂记伊做啥物代志。好，此外还佫有伫个塔加利亚东边山区里的托拉佐的庄头的一个头领嘛同齐来。塔加利亚人一直拢和托拉佐伊人伫个是算敌对的状况吼，甲因带来此地是带来台湾遮是为着要互因和解，并且要将托拉佐伊人牛来阮即边吼，来徛伫阮即边，荷兰人即边吼，即个目的若已经达成了吼。上述的即个托拉索伊庄头有约差400外间厝，哇，这算诚大个庄头呢。但是毋知影伫倒位吼，托拉索人口真侪吼。上述的中尉是安尼来报告吼，该中尉嘛去过放哨啊吼，多拉托克、塔加利亚和其他的附近的庄头详细去视察。用中华国下名义，赠送一寡小礼物，互迄寡头领来规劝因爱继续和平服从。对此，每一个人拢承诺遵办，吼，大家拢答应，就是要服从阮啦。好，四国拢去互因照因的能力，真友善亲切来招待。2月18，等下吼，头前一个字卡无看到。托拉索伊是伫个屏东市东边山区里的一个庄头吼，对则讲个足侪带足侪户400间厝的屏东东边山区是啥物所在？看一下地图者，是毋是万峦啊？哟，我的 Google 地图煞袂叮当，家己瞧。
屏东东边的山区。屏东伫遮吼，屏东市啦，我毋知讲屏东是毋是屏东市。山地门、马家乡、太武乡吼。万峦是伫东边无毋对啦，但是较东南边遮啦吼。太武马甲即乡内深山内底啊，无可能住遮侪人吼。所以，内埔吼，内埔我毋知是叫啥，因在地人安怎讲？内埔已经算较。我用迄个卫星图看，万峦较接近山哩吼。我认为有可能是万峦遮啦，万峦或者是内埔遮吼，但是毋是即嘛内埔，只是内埔较瓦山即个位啊。好，咱转来第四只。讲即个拖拉索，好，29。有3只用客船，同齐出航前农时呐，载有一批咸鱼、鱼卵，甲一寡被公司无介意所退回的鱼仔。2月20。平底船 Rarop 和对日本无意外来到台湾港外俄罗上地所在航母有14万两的日本丁元，674担，又搁36斤的重磅，508担，又搁91斤的重弹吼，200担的重条。576担，又搁13斤的铁条，3000包整个的白米，2000个 Buffins， 毋知啥物件吼，133支橡树的大叉吼，橡树的大叉，13片橡树的棒，40担。R-Plus 含10张已经有拆过的迄个碎只刀啊吼 ，R-Plus 无翻译，毋知啥物件吼，40担，搁10只碎只刀啊吼，已经拆过的碎只刀啊，总价值是468000毫吨。对议长库库巴克阁下致写予长官万德伯阁下，数据是本个月9号的内批，以及其他的附件文件，来知影讲，今仔日日子阁记了较长一丝啊，就是因为对日本来即只船吼 ，Rarop 吼，好，伊的批是安尼写吼，伊顶一遍由 Grow 号查来批，有讲到要退回迄寡大项目的项目。因为需要增加资金送来储地来购买西南航母，所以就将全部以1两9钱的即个正俗的价销卖互萨卡亚来的一个生意人。萨卡亚看一下字卡，萨卡亚就是萨凯，就是日本的萨凯吼，萨凯。汉字读写做界吼，界，世界的界，加一个土字边吼，高一字尔，萨凯。
这是伫咧大阪遐啦，大阪敢若南边的款吼，迄个所在。那我别讲，就这些。大阪伫倒位呢？大阪伫遮吼。哦，迄个地名市嘛，搁伫诶吼，萨开盖市吼，萨开市吼，伫咧大阪诶南边，台版诶南边吼。OK， 所以咱转来，伊即张批顶头写讲，都因为因需要资金嘛吼，所以都甲迄寡大项目、项目伊。一两9钱的计数，即俗卖啦吼，卖互萨卡亚即只诶一个生意人吼。伊建议阮，若是对即个伊毋知啥物人哦，应该是，咱看一下看袂出伊是啥物人，是迄个生意人吗？建议阮讲，若是对西那诶贸易，若是有稳准，爱阮对阮诶资金内底拨出。1万到12000两12000两丁元送去巴达米亚，因为总督阁下和东印度议会命令伊伫咧资金和货物拢丰裕的时阵，会当爱扣除货物，将即寡数量的银送去巴达米亚，因为银伫遐真贵，所以伫遐欠银吼。安尼，这应该是。库巴克，即个伊就是库巴克啦吼。建议台湾遮啦吼，讲若是资金有够用，就送1万到12000丁元，转去巴达米亚吼。要运往日本的商品，爱增运1/1，以取代3%。这是你讲啥？我看下注卡写讲，即段文意不明。可能是缺漏主语，就用即段漏稿，啥物物件漏稿无写着哈。1636年1636年所收到的货物，按照估计，因为拄仔讲漏稿啊，今仔日我来含一个开话就漏稿啊。含迄个对方讲话语不晓讲，我讲漏交。OK，1636年所收到的货物，按照估计是这是742万毫吨吼。但是根据结销的销铺，金额敢若130万吼。迄寡无受欢迎的素食的惊灵。有损害的落皮以及其他物件，是造成即个结果的原因。计划变做船，10万号上万伫咧本国个17号，嘛要对迄边来出航前来取地，将会运来约10万两丁元吼。上述商务员伫咧江户。天正的礼物，有送礼物互天皇，望天皇阅纳了后，奉准转来希拉岛遮，伫咧正月31日已经转到希拉岛庇护吼。助理叫做 Daniel Reynolds， 也已经伫咧2月初5对江户转到庇护吼。就是对东京转到希拉岛遮啦吼，我袂记希拉岛是伫倒位。伫Nagasaki吼。
歹势吼，我地名嘛袂记诶，我念着毋对。希拉多是啦吼，歹势是希拉多啦吼，毋是希拉多，希拉多。好，迄个助理伫咧2月初5对东京转到长崎遮吼，希拉多，地图就看者吼。長崎，哦 ，OK。其實離長崎佫一扎仔路呢，伫咧九州即个島诶即个東北邊角遮吼。好，伊含被派往宫廷诶3个喇叭手，分喇叭吼，伫咧。万三年是啥物意思？应该是即个人吼。万三年即个人离开江户诶时阵，被留落来，和翻译员设法亲自去送礼物予国会议员，叫做乌野多内吼，大吹电，主卡第5。乌野多内是土井大吹头里线哦，这个名。好啦，这个名看起来无介重要。我哋就是送礼物予即个国会议员吼，含除了即个大吹电乌野多内，佫一个叫做山努克多内吼，战旗吼，战旗电。受到因真亲切的招待，这是对阮真特别的敬意甲善意。今仔日有2只容克船对南方结伴来处队吼。头前这拢是，就讲这什么商务员送礼物予天皇啦，送去礼物予国会议员，这拢是迄个古巴甲国下来批内底所写的内容吼。今仔日有2只容克船对南方结伴来处队，乍看船里有2000尾的乌鱼，小可少量的鱼卵甲盐，所以就对即寡好物收11色吼，10分抽1分做色金。2月21日。无特别的事，无用对昨昏自日本来到此地避对船 Rarop 号来落好物啦吼，为台湾商馆所载来即寡现款甲好物吼。正有讲过吼，即个船挖靠港口了后，要落好物是需要时间的吼。所以你看，定定这大船来第2天，拢你无用落好物吼。落好吼。2月22，有一只容克船出航前往厦门，载有3000尾的乌鱼，一批鱼卵含60篮的打的鹿仔肉，即寡物件也如上缴纳了11色。并且再有12篮到13篮被公司拒收的派去的布料。2月23，有一只商船对西南沿海来到台湾，运来下列的即寡好物，就是700到800担的沙糖、26担的白色青丝、12篮的丝质布料、40到50担的 Lankins。2月24，场馆含即个商馆的议会开会决议，要甲边队船 Rarop 号要运往巴达米亚的迄3000包日本米，甲落一半落来，尽量装会当运走的糖，以便要用即只
Rarop 和以及后一次要对日本来的便队阵苏万号，甲今年波斯所需要的糖全部拢载去。详细情形请参见决议录，并且决议要授权商务员戴克伫咧坐大船 Grow 号来去到江南以后，会当用伊遐所价值136000毫吨的资金，尽量去收买丝，用来设法对住伫该地的葡萄牙人夺取一滴仔好处，甲因抢一寡物件。伫这情形之下，也得以来当甲要运往东京，就是越南东京的迄6万两银，尽量来刷来用伫咧江南商馆，为着上述的目的所需要的开支。吼，拄则讲上述的目的是啥？江南遮要尽量要买丝嘛，吼，尽量要买丝，要运去什么所在？无讲吼，并且决议议长库库巴克做军互 Rarop 和查来批示所写的吼，并且决议要甲库库巴克的批内底所写吼，关系到伊阁下所接到总督和东印度议会用到 Payton 和查去的批示讲，这两句安尼写，看无介清意思吼。巴达维亚欠银，所以建议阮对此地送现款1万到12000两日本丁银去巴达维亚的代志吼。阮虽然了解，但是有感伫希腊人丰富来再来遮尔多诚澎湃即个货物，以及其他理由，决定要甲迄个1万到12000两银吼。本来讲要送去巴达维亚迄边欠银吼，要甲这钱留等咧台湾遮吼，无要送去巴达维亚，并且决议要命令 Rarop 和经由江南前往巴达维亚，并且在常设商务员戴克同齐前往巴达维亚，因为冬天啊，北季风伫要到啊，离个毋是冬天啊，春天都已经到啊。要到哈，因为冬天的北季风就要过去啊，吼，所以看起来苏万号可能还阁会延前诚久吼，会前足久。希望迄当阵会当派伊前往巴达维亚，也决定要提前来确实来修复装备迄只损害无维管的大船 Grow 号，互伊当航行。以便伫咧明仔载载着计划要运送去东京的货物来出航。2月25，上述大船 Grow 号出航哦，要前往东京。再有对日本运来要运去遐交易的总价值188000毫吨的货物，有6万两丁银、300沓铜镉、甲200沓铁条，以及一寡刺销的其他欧洲和日本的商品。同时，用客船龙桥号也同行前往，以便伫咧上下东京号的时阵会当搬运货物的时阵提供服务。今仔日有一只用客船为着此地新建仓库的需要，对芒港满载石货来遮入港。今仔日牧师 George Candidius 和 Robert Junius 对新港来到台湾，报告讲，因经过量知甲职务上的考虑了后，拢深感逼迫，拢感觉逼迫，必须要对因的同事 Johannes Lindenberg 的邪恶、放荡又个狡诈吼，即个狡你我袂记，狡猾
较早即个生活来提出控诉，就是个另外一个无书的款啦，我看嘛，即个注脚写即个，就讲即个 Johannes Lindenberg 嘛是一个牧师1635年和荷兰德甲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 Zeeland 商会签约8年，1636年到巴达维亚11个以牧师带伊的某前往台湾，但是因为酒癖，1637年3个被降为探访团队1637年即嘛2个嘛，3个，所以就是因怎来告甲公司告了后，即个人后个月薪水就减薪降级减薪，本来牧师变团队好，咱转来看日子，讲即个人放荡，因为爱啉酒啦。较早即个较哩早一个汉甲字典。教，读做教，或者是家造，家造，但是也安尼搞啦搞怪，所以搞怪的搞字就是即个搞搞怪，即个词足常用的较早定定咱。尤其是你形容囡仔囡仔搞怪无乖啦出头多其实搞怪的囡仔其实是足巧的你若看迄囡仔足巧的，就无较搞怪出头足多啦好，这是狗，毋是 dog 是即个。即个狗，伊嘛是会当形容细只狗乌色喙阔，或者是古怪、白贼、紧、野、恶勇，拢是狗。讲即个牧师啦放荡又搁搞诈的生活来提出控诉，虽然已经侪摆被因甚至被中国国下挺戒过，就是捌处罚过啦伊犹原毋改，因此因来宣称伊不配来徛即个主的台，不配徛主的讲台嘛，就是你不配做牧师嘛，更加不配宣讲上帝的话语，伊只是大来羞辱即个宗教的工作而已，算体育啦诚做新港异教徒归信的即个判卡石绊脚石宣扬遮尔尊贵的主的工作的阻碍就是即个宣扬主的工作的阻碍，因此。中国国下和议会一直决议，要由议会代表去即个林登伯即个人宣告教会工作停职处分扣留薪资，并且要对伊垃圾搞怪的即个生活来进行调查等等。详细情形请参阅今仔日的决议录。今仔日咱伫读到这人事斗争无啦，其实毋是啦是真正是即个牧师伤罕过，两个牧师挡袂牢但是呢，实际上我知影伫基督教会这逐来逐去的代志嘛是诚事上大家拢认家己对嘛好，2月26，无重要的代志。拢伫咧无用对边对阵 Rob 河来落雨装雨这 Rob 对本来迄只
为安尼，若航海员、公司的奴隶、支那人，甚至是士兵，大家拢来搬好吼，便利会当尽量较紧来出航，因为要搁出航载物件去巴达比亚嘛吼，所以大家拢来斗搬吼。这较早你若伫咧外岛做兵的吼，应该大家拢捌去出过即公差，就是迄大只载货的船，大只船去马祖还是金门的时阵啊，大家都爱去搬一个什么油桶啊，有诶无爱去搬一寡物件落去吼。啊，你无像即个高雄港用吊车吊吼，天车吊足紧吼，迄一项搬，你就知影足侪时间吼。2527，中尉 John Jerians 转来了吼。伊是伫个托拉索伊人的困求之下，被派护送因转去因的庄头。上述即个中尉报告讲，伊也去过伫个托拉索伊东边差不多3海里的所在。伊即个应该毋是海里啊，而且伫个陆地，那用海里你算距离吼。啊，不管吼，就是伫个即个托拉索的即个400户、400间厝的即个庄头东边，可能是3英里的所在吼，的山区呢，当地居民称作是塔拉卡布斯的一个庄头。咱来看一下塔拉卡布斯的主角。塔拉卡布斯可能伫个屏东县西边是写毋对啦吼。山区里的内义乡，哦，即搭就有写，可能是即个伫个内义乡，叫做塔拉卡布斯。看一下地图吼，内义乡是伫倒位？塔拉卡布斯。来伊伫遮吼，我咧看地图遮看会着吼。伫个屏东的潮州东南边，新埤乡的东边吼，叫做来义。南边溪边啊吼，南边溪吼。来义乡，转来伫遮，当地的居民称作叫做塔拉卡布斯的一个庄头，吼，这个国号内底，等下再读吼，讲塔拉卡布斯庄头，哦，人搁较侪，600户吼，600户。拄则是讲400间厝啦，我可能要嘛是400户的意思，或者是600户，包括男女囡仔有2000人，所以因家庭无讲介侪人。好，2000人是一个健康雄伟的民族，因的妇女比托拉索伊的妇女皮肤较白，而且文雅。吼，塔拉卡布斯吼，内义乡啦，我毋知你有熟悉住伫遐无？看是毋是伊所写安尼吼？查某囡仔足白啊，文雅安尼内义啊吼。即嘛安尼讲，有时啊人会讲算种族主义啦吼，因为变成一种 stereotype 吼。啊，不管吼，反正迄当任何人就是安尼写吼，讲伫个托拉索塔拉卡布斯吼，可能伫内义乡即只的庄头，查某人是安尼吼，伊受到因全体非常亲切的欢迎。即个伊是讲迄个中尉啦吼 ，John Jurians 吼，受到非常亲切的欢迎，照因的习俗、照因的风俗和能力来款待伊。因的房屋是用岩石
所砍采落来的石头，可能是指石片吼，一片一片石啊所起的吼。这应该大家知啦吼，伫咧南部迄敢若是白碗吼，因这是白碗的款吼，因拢带迄种用一片一片的石头去起的吼。伫遐也有绿色的姜，但是数量无介侪。曾经来鼓励，就是捌鼓励迄寡居民来尽量来种即种姜，因嘛欣然答应。对所摘转来样品来看起来吼，品质是真好的吼。拄则即个刮胡，咱来甲看者吼。刮胡是伫咧即个塔拉卡布斯即个砖头的刮胡，等于是即个砖头的主骹讲。托拉索伊的头领名叫做塔马萨多，啊，塔拉卡布斯的头领名叫做塔塔，就是安尼写啦，就算写这两个砖头的头领啦，吼，因的酋长就对啦，因的带头，因的首长啦，吼。今仔日。沙量的商船又搁对西南沿海来到台湾，带来系列的商品，就是140担白色青丝、80担蓝芹、70箱双面甲单面的镜铃、17篮各种丝质布料和300到400担的砂糖、石酒和林面的溶血船嘛，伫咧最近将伫咧最近要进来台湾，2个礼拜。有一只溶血船出航前拢忙讲要去遐载石好转来台湾遮。3月初1，船主坦甲对安海来到此地，来到台湾啦吼。运来126担白色青丝400箱蓝芹是6篮一里面一里面是日本印啦吼，梭棉吼，就是做 kimono 的一种布料吼，即特别的布料，叫做一里面400到500匹的沙铃20包的红色经丝，含500到600篮的冰糖甲砂糖吼。正是上述关系石酒和林面的溶血船的报道，讲伊最近要来啦吼。3月初3，无用你检查订约收买运来的西南商品。2月初4，3月初4歹势吼。3月初4，边队船 Rarop 号出航。好，伊这内底今仔哇，今仔落长吼，哇，非常长，这可能是咱读过上长的一工吼。3月初4，因为内底有记载一寡批啦吼，咱等下读着吼。3月初4，边队船今仔日应该读会了吼。边队船 Rarop 号出航，要对台湾经由港南前往巴达比亚所在荷尔总价值，根据上货单是189000毫吨，有日本的含西南的荷尔。今仔日下晡，迄只传说已久的石酒的溶血船来到台湾，为阮运来系列的中国商品，西南荷尔啦吼，76担的黄丝含白色的西南青丝2000匹的沙铃西铃吼，还是10篮的一里面4000匹的。荷兰色吼，康安布10000匹的满西，这个荷色我查一下吼，我要来读。读做黑吼，歹势，这字是读做啥物哈？我来感觉我读毋对去。我是讲迄个华语的读法啦，黑，
还是用堆啊、积木、粗布或者是棉布、麻布并肩的人，嘛叫做合。我看，看华语变怎读？鹤哦，我看是读鹤呢。我想讲这有发音，佮无声音。鹤哦，有啦，鹤，读做鹤，褐蓝色吼，褐蓝色吼，空眼布，好，1万匹的麻纱，上使用迄阵早来一张生理人吼，商人韩漫写互长官阁下的书信，批呢提到几点关系到含台湾贸易的代志。应该如何做才会当维持贸易？是哪政府会组织甲规定？今年迄边作物的收成吼，对即边稳定持续贸易的好景已经过去。上述的书信的翻译如何好？过来就是即张批的翻译吼，倒转吼，就是韩漫的即张批吼，因为希腊人嘛吼，伊所写的批。爱搁翻做荷兰文吼，所以是翻译过吼。商人韩漫写互长官Vandenberg 的书信，托胶州的运使用迄阵查来，伫1637年3月初4收到。我知影，而且确信，阁下对我非常关怀。士别阁下已经10天，但我的心一直少念着阁下。2天前有一只用客船对台湾。来到厝地吼，这厝地应该是伫西那迄边吼，我毋知是厦门啊倒位吼。对该船知影讲阁下军风良好，互我感觉欣慰、安慰着欣慰。阮逐工含官员咧交涉关系着台湾迄边的贸易问题，即寡代志拢办好了后，我着拍算要前往台湾咯。阁下来批，爱我尽量较紧转去，但是有遮尔多重要的代志，互我还袂当转去。我也真欢喜对阁下来批来知讲，已经有9只商船到台湾咯。我奉劝阁下，对迄寡送去要运往日本的货物，若是品质良好，就请支付小可较悬一寡价数，安尼才会当鼓励生意人源运货离去吼，就是会当鼓励生意人继续安尼做来运货送货过去，而且布料含丝拢比以早起价咯。啊，若无生意人就会甲上述的货物拢运送去马尼拉，或者是送去日本去。对阁下也知影讲，迄寡 Lankins 的长度无。已经含较早袂比吼，对即项事，阁下会当少付一寡价数吼。接着阁下来批了后，就全体生意人宣告要停止阁运输即种货物咯吼。但是因为即种货物必须爱到内陆去采买、去采购，即摆人拢讲采港吼，而且伫接到阁下会来批以前，生意人拢已经订购数批 Lankins， 因此由阮请接受即寡货物，来互阁下会含我的话语，拢继续受到尊重吼，就是继续这 Lankins 以后袂收，但是即嘛送来，原来请恁甲收落来就对啦，安尼咱的话才会受到尊重，会当使贸易得以继续发展吼。对寡必须要缴纳国税的生意人，就像林面吼、嘉兴、漳州含即个伦爽吼，
等等人，请阁下对因的荷尔蒙爱比对走私捡来的荷尔蒙爱优先顾买吼。今仔日运来厝地青丝无多，人民的容克船已经装好停泊伫遐，将会伫咧近日，就是伫咧8天内要前往台湾遐国下遐吼。国下会收到约200担的青丝。对此有所迁就，因为最近西若盐寒吼，最近西若就寒吼，毋若互真侪即个牛仔死去，牛仔就是会吐丝的蚕吼，天蚕变迄个蚕吼。阮迄家位讲牛仔啦，所以我就头教阮的讲法吼。毋若互真侪牛仔，因为伤寒嘛，所以互真侪牛仔死去。也互真侪上北落南的人伫咧途中死亡，因此荷尔蒙也拢较贵吼。国下也将对上述人民遐来得到一批红色甲白色的治理面、西灵甲惊灵，但是数量无像所期待遐尼多，原因就是拄则讲的安尼吼，伤冷嘛吼。21分就读个了诶。今仔日出航的潮州的容客船也无特别大量的商品，只有50到60担黄丝，以及20到25担的白丝，以及一批乌色的空间布、红色甲白色的吉里面、西灵甲镜灵。国下所建议要收购波斯所需求的精美的甲粗俗的即个灰仔，我已经伫咧。到时若了后，就所有会当处理即寡灰仔的地区来招买。即嘛已经收买真侪，其中有一批精美的种类已经交互潮州的容客船载去啊！吼，村内粗灰仔也会伫咧4-5天内送去，请阁下照以早所约定好的价数支付所有即寡灰仔吼。食心的容客船也已经装好，一半是粗肥，一半是幼肥吼，还佫停伫咧即家位啊吼，为着要找材料来互阁下，已经派2只容客船去福州，深信无偌久就会到遐吼。关系到话啊，就是锅子吼，话啊，关系到话啊，而且有人讲鼎啊吼，因为我无时间去采买，会由只可妹含我的姨母兄弟吼，叫做潘江来协助阁下。关系到所需求的姜糖，阁下将会伫咧近期收到300担。加州的容客船运一批属伫我的福州的海鱼敢是布啦吼。若是阁下袂当接受，就请暂存伫咧阁下的仓库里吼，一直到我转去。我请阁下配给互我20担的木香。所有的生理人拢咧嫌讲，对台湾遐所运来的护照拢无纯吼，主要是拢有掺一寡沙，掺沙吼，互因掺沙较重吼，互因损失差不多10%。所以因甲我讲，荷兰人无应该安尼做。不哩个我应因讲，我甲因应讲，迄毋是荷兰人做，而是东印度的供应商所做。因此，请阁下写批互巴达维亚的当局，爱尽可能来防止此事吼，莫来对参沙啦吼。阁下写批互阮的吼，互阮讲，甲阮讲，巴达维亚所需要货物超过吼，而要运送去日本的货物爱尽可能搁增加较侪吼。即个代志已经通知生理人咯，但是有鉴伫以往。陆续建议我要用各种可行的办法扩大西若的贸易的代志，就是即件事呢，早就已经伫咧西若传达互所有的生理人哦，就是希望会当尽量甲西若的贸易做生理会当搁扩大吼。要爱因去收集巴达维亚需要的货物，以及日本所需要的货物，若是阁下。就是已经把这个消息拢放出去啊嘛吼，我们需要好，
拜托因去收集啦吼。若是国下即嘛忽然间取消巴达米亚的好物，将来国下要阁需要巴达米亚的好物的时，因就袂阁协助了吼。为虾米讲？因拄则讲因无拍算要阁买空间布啊吼，所以甲提醒，讲毋通忽然间就共取消吼。迄寡阮所需要的好物，拢必须爱提早一段时间去收买，因为有几种好物拢需要对真远的所在去采购，关系到西能，我要慎重来放款国下。如果迄是用好的时，又搁加我搁袂记迄个哈，加链吼，加链到真好诶吼，重量差不多10两或者是9两诶吼，拢爱像以早别人所支付诶安尼，每一匹爱付2厘尔半吼，毋通对9两重诶，毋通对9两重诶减少计数吼，9两重诶布嘛，应该是即个。啊，若无迄会互迄寡生理人以后转往去其他诶所在去做生理吼。不离个颠倒是，若讲迄寡好物真歹吼，你就会当互迄寡生理人甲因即个拗股号收转吼，互因叫因收转去食较机啊吼。今仔日对于西那航空各地情况如何？27分吼，剩3分钟，我应该读袂了吼。莫搁读落，读到遮吼，就是明仔载继续看即张批的其他内容吼。好，来看一下啊，大家有写啥物笔记无？芭比讲伊电脑出问题，但是伊嘛是搁甲咱找一堆资料吼。拄则讲迄个萨凯吼，盖市啦吼，是伫咧日本大阪府中部的市，是正人指定都市，是大阪府的人口甲面积拢名列第2个行政区的，敢若较输大阪尔吼。即个盖市，我记得是迄当阵丰臣秀吉吼。伊迄当阵特别为一个迄个算个咧啥贸易区啦吼，伫遐吼，为即个所以盖市就自丰臣秀吉迄当阵就是最生利的所在吼。第2项位处近畿平原南部吼，大河川下游左岸的区域，西面是大阪湾，北边是大阪市。伊的都市发展崛起伫个建国时代，我拄则讲迄个丰臣秀吉的时阵嘛吼，1889年建市，2006年4月初升格做大阪府了后的第2个正人指定都市吼，就是大阪府一个大阪市，即马佫一个盖市吼，萨开市，因为真活大阪市区，所以你是的人口较少，你是人较少嘛，因为大家拢走去大阪去上班，因此被看做是大阪的即个大阪卫星城市吼。芭比讲有朋友住伫遐吼，若有要去参，芭比你做广告是要创啊？好，好安尼吼。是讲要去遐会当甲你拜托你斗相共啦。萨开的地名最上早出现伫平安时代，因为伫咧三国交界的边境之处，所以称作境吼。但日本发音是萨开吼，后来就转用即个汉字萨开吼。对啊，即个狗讲搞怪狗吼，鹤是所以鹤是。算即嘛是那音啦吼。哦，好啦，不重要啦吼。学习啦吼。好。
嗰个学习HAT 嘛，所以HAT 啊，迄个你读了时阵，喙齿爱吐出来，啊用喙用两个喙齿啊小小夹一下，安尼HAT。即个爱当面夹才讲的，才夹会准。嘿，嘿HAT，嘿，好，就是即个台语有即个四个叫做啥粒声音嘛吼 ，PTKH 吼，啊每一个粒声音的发音其实拢爱学好准，无你台语一听你就感觉哦，即人讲话臭人台，袂教袂准，就是安尼，就是即个粒声音吼，这足重要的。我有咧拍算讲要招一寡学生来教白话字啦吼，我有咧安尼想，所以到时阵若开课我再甲你讲吼。OK， 好。OK， 安尼今仔日到遮，咱明仔载，明仔载是，好明仔载对，明仔载咱搁继续读，好，咱明仔载咱搁继续读，甲一张配读煞吼，咱搁继续读啦。好，安尼到遮，感谢各位，好，好，好啦。